歡迎大家嚟到 Reggae Mason 呢個頻道。今日咧就嚟到英國 Belvoir Shopping Centre 呢個嘅地方，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慈善商店有啲咩寶可以尋。呢個 Belvoir Shopping Centre 係位於英國中部一個小鎮叫 Coalville 嘅，佢係一個開放式嘅商場，兩邊咧加埋嘅鋪頭大約係有20-30個左右，但當中就有成6-7間嘅慈善商店。咁由於今日咧係閒日嘅早上啦，所以咧行街嘅人都唔係好多。但係喺一啲嘅慈善商店裏邊，已經咧係有唔少嘅顧客咧喺度揀緊衫啊，揀緊貨品噶啦。佢哋有啲咧就係賣二手嘅衫、二手嘅鞋，同埋咧一啲嘅玩具啊，同埋書籍等等。有啲咧就會賣二手嘅家私同埋二手嘅精品。佢哋店鋪嘅擺設咧，一啲都唔似二手店、夜冷店，俾人一個咧好光猛、好整齊、好乾淨嘅感覺。呢一對二手嘅輕便嘅男裝鞋，你估下幾多錢？只係需要3磅嘅價錢，大致上係港幣30零蚊左右。另外咧就係呢一件嘅皮褸啦，咁啲皮咧就好軟熟嘅，咁啊 cutting 亦都好靚。咁你估下幾多錢？就係15磅嘅啫。至於賣二手家具嘅，亦都好多平靚正嘅貨品，譬如呢一個直身嘅杯櫃，雕刻精美，你估下幾多錢？只係需要110磅嘅價錢。另外就係呢一張嘅電腦台，有3個櫃桶，加埋呢一張嘅大班椅，都只係60磅嘅。係咪咧？非常之抵買呢？望過呢邊係一張圓形嘅餐桌，可以拉開嚟成一張更大嘅台，連埋4張餐椅都只不過係90磅啫。另外一啲二手嘅精品亦都係非常之抵買嘅，譬如呢一個用陶瓷做嘅杯墊，好精美，價錢只不過係50p啫，大致上就係港幣6蚊左右。至於呢一個雕刻精美嘅花樽，好新淨，只不過咧係需要3磅嘅價錢。除咗貨品價廉物美之外，當地嘅慈善商店亦都好重視招募義工嘅工作，而當地嘅市民咧亦都好踴躍去參與呢一啲嘅義工嘅工作。原來慈善商店咧已經成為英國人生活嘅一部分。喺英國各個城鎮嘅商店街，你都會揾到慈善商店嘅蹤影。慈善商店嘅數目唔單止係超過1萬間，而佢哋嘅銷售總額係佔全國零售銷售總額嘅3% 以上。就以今日呢個商店街為例，我哋已經見到好多個慈善團體喺度開設慈善商店，有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、PDSA、YMCA、Forces Support 同埋 Laurels 等等。呢啲慈善嘅二手商店，除咗可以為呢啲嘅慈善團體提供收入之外，亦都咧係提高呢個嘅環保意識，幫助咧大家可以循環再用呢個嘅物品。但係香港嘅慈善商店可唔可以為社區發展帶出呢一啲嘅動力呢？下一集我哋就會為大家介紹一下。